我们不会是在地狱吧？我们不会死了吧？啊！疼不疼？啊，疼！你傻呀，死人能疼吗？不能。没事儿，跟我走，我不要怕。天哪，这是哪儿啊？估计我们是误入墓穴了。误入墓穴一般有2种死法：一，中机关暗器而死；二，中毒缺氧而死。现在盗墓猖獗，听说本市还有很多墓穴没有被挖掘呢。那这么说，我们发财了！天哪，你这个蠢女人，这个时候还做盗墓发财梦？朕的墓穴还不知道被挖了多少次，最可恨的就是盗墓贼。遇到盗墓贼才好玩呢。你别怕，没事的。开玩笑，我能怕？小爷冯大胆儿。哎，看那边。好黑呀！别怕。怎么了？不用怕啊，来。刘玉，刘慧珍，如此凶残，岂能为君？慕容熙，萧尚业，萧宝卷，刘子业，浮生。这么胖，这些都是有名的宝娟啊！我们是不是会发财啊？这里应该有很多陪葬的金银珠宝吧？对，小心点！哎，哇，机关！别走！这是奇门遁甲盘。奇门遁甲盘，什么东东啊？奇门遁甲盘术呢，是古代的一种玄术，它可以控制人的生死。这么厉害！天盘、地盘、人盘，修门、伤门、死门，中间写的什么呀？哎，小心有毒！哎呀，没事儿的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控制人的生死。这
这才7个人啊！中间是什么啊？千万别按！蠢女人，风尘二货。给我！我的，我先看见的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中间是什么？千万别按！给我！我的，我先看见的。快跑！拿着讨价的主意，真不会给你说别了，怎么就不行呢？站住！跟上！要诛你们九族！别跑！富商和校保队是出了名的力大如牛，如果被这两个小鬼抓住，我死也脱生皮啊！那要是被他们抓住，岂不是会死得很惨？诛你们九族！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不行！别让我吃了我，我真的跑不动了！在那儿，快追！追！站住！快追！快点！还是盖子！快！快跑！贼人哪里逃？给朕站住！站住！给朕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教主，朕要灭你们！你们九族，快给朕站住！我的贼人站住！站住！贼人！别跑！站住！贼人，快站住！给朕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快走啊！在这儿呢！站住！扶正是1，刘玉是5，小宝娟是6，原来是个遥控器啊！给我玩！大胆奴婢，见到朕还不跪下！朕要杀你们全家！小样，还敢咆哮！你幼年继位，生性凶残，以弑杀产妇和婴儿为乐，连人渣都不如！你是北魏孝文帝袁弘，我在宫里看过你的画像。孝文帝，莫非咱们都成了他的俘虏了？北魏孝文帝，你不是已经去世2年了吗？
怎生这般模样？都给朕闭嘴！谁敢再妄动，立刻杀无赦！走。没想到他们跟我一样，也经历了千年，穿越到现代。可他们比恶鬼都可怕，他们怎么会复活呢？古代的帝王喜欢研究长生不老的秘诀，也许正是因为金石丹药的原因，使他们身体不朽。那他们怎么会集体出现在这里啊？难道是超人把他们给冻结了，然后来研究他们为什么那么暴虐？他们的平均年龄不到20岁，按照常人来说，不可能如此暴虐。可他们为什么如此暴虐呢？收集他们的人啊，可能正是想研究一下他们的心理和行为。李欢，你跟他们比起来，你真的是一个太好的皇帝了。朕是一代明君，从来就没有残暴过。史书上有记载的，对朕颇有嘉奖。又吹牛！妖怪？难道是北魏孝文帝？难道我们落在北魏的手里了？什么孝文帝？这2个人是妖怪，是魔鬼。这2个妖怪拿着厉害的魔气，随时可以要我们的命。他们的打扮都不伦不类的，这里的一切都阴阳怪气的。看来，我们真的是落入魔鬼手里了。哎，怎么让他们知道他们是穿越过来的？你自己怎么搞清楚的？你忘了？你拿我跟这帮脑残比啊，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上的，好不好？那你层次高，你说怎么办啊？我们得想办法把他们给解决了。啊！哼，回朕，我们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？这是什么地方？是什么时代？朕和你们这等人，还能不能活到明天？那一对男女，会不会是妖怪？那2个妖怪实在是太凶残了。要是一般人，哪里有那么大的能耐？是啊，可是那姐姐如天仙般的漂亮，怎么会是魔鬼呢？想什么办法呀？杀了。这是现代社会，杀人是要偿命的。那我们不如想个办法，把他们安置起来。办法有了。哎，你们过来！先去。说你呢，快一点儿！你，还有你，哎，上车呀！快点儿，快点儿！你，哎，你还敢拿剑对着我？上车，上去。你们几个给朕听好了，离这个小姐远点儿。哎，坐好，回去，快点儿。
小兔崽子们，都给朕老实点儿！都坐好了，老实点儿。哎，那都是汽车，有什么好看的？闪炮！啊，车开得不错嘛。哼，那当然了。说你胖你就喘。快走！跟上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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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快点，进去！快点！都快点！进去！进去啊！快点，快点！跟上！这里设计得很隐蔽的，让他们有通天的本事，也插翅难飞。进去！快点！快进去！都快点！你这里真是魔界！这个银僧竟然有如此密室。这是叶家建来做实验用的，平时都没有人，没想到还派上用场了。你们几个给朕听好了，如有谁敢妄动，立刻处死！哎，蠢女人，你要是回到古代的话，你最想干嘛？我可不想回到古代，在你那个时代我会死的。我那个时代怎么了？我最近一直在研究我那个时代的历史。我那个时代正处于大分裂，而且群雄逐鹿。我统治的北魏呢，统一了北方，是当时最大的国家。那又怎样？还不是被人给灭了？我有个突发奇想，带着7个小暴君回去，一统天下。你是想利用来现代掌握的先机，回去一统天下？有何不可？一统天下之后呢，就像秦始皇一样，坐拥天下，坐拥美女。你可以辅佐我统一天下。哼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辅佐你啊。你作为女皇。你那时候就是女暴君，你不是跟我说过吗？什么武则天女皇啊，还有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。女暴君听起来倒是不错啊，能不能有很多的男小妾呀？那不行，只能有我一个小妾，独宠小妾。我会特别温柔地伺候你的。恶心死了！又开了一个异想天开的空头支票。什么叫异想天开呀？你觉得你能回得去啊？我怎么回不去啊？我能来我就能回去，肯定有时光隧道什么的。到时候我要成为你的皇后。我可不想回去，就算回去了，
我的皇后也是叶家呀，也轮不到你呀。你个蠢女人，能不能不提这个名字？不能，我听着就烦。把耳朵闭上。哎，咱们怎么从那些魔头手上逃出去？他们会不会杀我们呀？杀你，要挖你的心肝来吃。啊，你是谁？秦王福生。大暴君啊！原来你是秦王，我祖父常教导我们以你为戒。你是哪个？燕王慕容熙。你就是那个变态啊！你就是监视皇后的那个？你竟敢侮辱本王！废帝刘子业，废帝刘裕。哼，青椒镇南朝皇帝刘子业，刘裕，你就是要做天下产妇接生婆的那个。我皇爷爷常常以你为例，教导我们不能像你那么坏。你又是何许人也？玉林王萧昭业。你又是何许人也？朕是萧宝卷。东昏侯萧宝卷。你又是何许人也？北齐帝王高纬。高纬。哦，原来你们都是昏君呐！啊，他们抓你们来，因为你们都是昏君呐！你才是荒淫无耻的东西！让我心烦！儿乃蛮夷畜生，也敢如此大言不惭！哎，那个男人要是欺负你的话，你告诉我，我把他揍成菊花。叶家怎么可能欺负我呢？你别动不动就要打人。我跟你说，你还未必打得过他。我揍他怎么了？谁说我打不过他呀？我说的，怎么着？你这个人怎么处处都向着他呀？你个段正淳，哼，重色轻友你没听过啊？你不过就是我的一个朋友，朋友是什么呀？在寂寞的时候才能想到你。爱人就不一样了，要相守一辈子的，待遇肯定是不同的。你没听过一句话吗？朋友如手足，男人如衣服。谁穿我衣服就砍他手足，谁砍我手足就穿他衣服。对，赶紧把公交车物归原主。那不废话吗？我要不物归原主的话，明天警察叔叔就来找我物归原主了。哎，你可小心那几个小兔崽子们啊！哼，我怕什么？快消失！喂，小风，是我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就是心情有点不好。好，没事儿，放心吧。没事儿，你不用过来。我们还是老地方见吧。好，待会儿见，拜。
小风。啊，吓我一跳。怎么了呀？你看你这最近心神不宁的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呀？没有啊，我构思小说呢。写小说也要注意休息啊，可不能把身体累坏了。吃点苹果。嗯，你放心吧，你去忙你的吧。啊，我还得写小说呢。我陪你一会儿。哎呀，不要了，快去吧。快去啊！小风，乖。来。自从我上次和他吵架以后，叶波就再也没有给我来过电话。我想，我们这次是真的结束。唉，我现在知道了，什么叫豪门。豪门深似海，但我只是条小鱼，所以我根本不适合在海里游。来，干！都说现在女人能顶半边天，但是在这个社会，还是男权主义，女人很少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。哼，说的有道理。李欢，谢谢你今天晚上陪我。干！明年这个世界，约在这个地点。对呀，5月嘛，5月的。差不多。差不多。哎，一哥哥，你回来啦！哎，佳妮。一哥哥，你看我给你带礼物来了。什么礼物啊？哎呀，我们家刚采摘的头茶呢。谢谢你。嗯。看什么？你怎么自己回来了？嫂子呢？哦，她忙着写小说呢。我给大家泡茶吧。好啊，谢谢。妈，哈哈，妈妈，妈，叶妈妈。佳妮来了。嗯。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，你最珍贵。哇，太棒了！不愧是偶像啊！来这边。芬妮，芬妮，我们先上去啊。好。服务员，给我们来2瓶啤酒。哦，好的。想问天你在哪里？想问问我自己。离开时我聪明。小女人，你来干嘛？你能来，我就不能来啊！李欢，我今天又烦又害怕的。把那几个暴君关在实验室里，一点儿都不安宁，又吵架又打架，我真怕叶家知道。先关着呗，到时候再想办法。先生，您的啤酒。谢谢。他们可是魔王，杀人不眨眼的。魔王怎么了？也不跟我一样吗？手无寸铁，没有御林军，也没有文凭，没有户口，你怕他们干嘛？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你又不成天面对他们，我都快疯了。峰峰，
峰峰，现在你是强势，他们是弱势，他们就像放在案板上的肉，任人宰割。你都把我改造的这么完美，还怕他们不成？奥特曼、蜘蛛侠、擎天柱大哥，救救我吧！快点！妈，这是谁惹您生气了呀？除了你，谁敢惹我生气啊？我这刚回家，怎么惹您生气啊？哦，记得有个家呀，不是自己有个家了吗？妈，瞧您说的，有您在，这永远都是我的家。什么时候学会贫嘴的？妈，我哥他谈恋爱了，你看他那嘴上就跟抹了蜜似的。哼，我已经告诉过你了，你跟那个冯小姐是永远不可能的。妈，我不是也跟您说了吗？咱不是不提这事儿了吗？你真奇怪，他明明跟别人同居过，这样你也要，分明就是个骗子嘛。叶妈妈，来喝点茶。哦，对，喝茶。妈，叶妈妈别生气了，对啊，到时候安扣听到了又不高兴了。你看我们佳妮多懂事啊。没有，我要有你这么个女儿就好了。峰峰，练7个小混蛋的事情先放放，等我忙完这一阵，我想问，你在忙什么呀？炒股。如果说想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好的话，炒股来钱很快的。炒股，叶波赔了你没看见啊？3弟那是误信人言，而且又没有定力。等我忙完这段时间之后，我帮他挽回损失。炒股就是赌博，你只见人家吃肉，根本就没有看见人家挨宰。那炒股失败的人排着队要跳楼呢。人生。什么事情不是赌博？好心当驴肝肺，我听算了。峰峰，我现在已经把所有的资产全部投入了股市，我的资产现在已经是7位数。我已经订了一辆轿车，很快我就可以建成我的皇宫。哇，1000年前的皇帝开着轿车，用着电脑，炒着股票。小伙伴们都惊呆了。很快，你就会成为皇宫的女主人。哎，你真要退赛啊？我不白给你投票了吗？还我短信费。我害怕这个世界，也害怕跟外界接触。其实，我很想回去。回去？你能回去吗？你在这个世界上，起码不用担心性命之忧。你回去了可怎么过呀？大不了隐姓埋名呗，不做帝王。反正我在这个世界也很孤独，唯一的一个伴侣。也变成了朋友。孙妮和叶波不都是你的朋友吗？伴侣跟朋友是2码事，好吧？当我得意、失意、痛苦、难受、孤单的时候，有几个朋友能够终身相伴呢？李欢，你应该试着交女朋友了。你长得这么帅，很多女孩都会喜欢你的。你要是结婚生子了，你就不会觉得孤独了。
呦，这不大明星芬妮吗？哎，美女，干嘛去啊？撞了我想走啊？神经病啊你们！哎，干什么？别走啊！放开我！喝一个，放开我！喝一个！哎，来，放开他，来让坐。哎，坐，来坐呀！干什么？来，放手！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别多管闲事儿。我跟你说，你别多管闲事儿。我告。算了，快道歉！大哥，对不起啊！好了，他们都道歉了啊！滚！对不起。好，你等着，你等着。神经病！芬妮，没事吧？咱们快走吧。哎，跟你哥说个事儿，你跟李欢不是称兄道弟吗？啊，跟他说呀，冯峰跟李欢是什么关系？你连被骗了都不知道。哦，妈，小峰和李欢，他们两个什么关系，我是最清楚的，不用别人告诉我。哦，那李欢亲口跟我说，他们只是普通朋友。叶波，你不是告诉我，冯峰是李欢的前妻吗？啊？你啊什么啊呀？哎，我说叶波，你什么时候当上狗仔队的呀？本来就是你第三者，你再给我瞎说！我没瞎说。哎，我想大家应该都饿了吧？不然这样好了，我去弄点好吃的给大家吃吧。我陪你去。走吧。走。叶家，我可警告你，你爸60大寿，我可不希望那个女的踏进我家半步。佳妮，你打算做什么好吃的给大家呀？你想吃点什么呢？走，给我打！上！快走！李欢！别打了！没事吧？大爷的，别去！不行，报警！峰峰，你千万别报警，峰峰。为什么？你要是报警了，明天就是要头条新闻了。这样和叶波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你不很厉害吗？你厉害！我求求你了，行吗？你谋杀亲父啊！信不信让你吃下去？行，滚！他们走！走！没事。你吃我豆腐！峰峰，不要再这样了。看你刚才跟个泼妇似的，你看你都伤成什么样子了？那他们打我朋友，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不管吧？打架是男人的事儿，你跟着掺和什么呀？哎，行了，你干嘛说这么多狠话？再说小峰也是为了你啊。你今天就是看我不顺眼。我就看你不顺眼，怎么了？
我本来今天约的就是分你，你来干什么呀？行，行，李欢，你停车，不用你送，我自己可以回家。不送就不送，没见过你这么蠢的女人。停车！下车。不劳烦你了，我自己回家。哎，峰峰，李欢，你干嘛说这么重的话？再说了，她一个女孩，这3更半夜的。行了，我先下车，你赶紧去追她。我送你回去。哎呀，你不用送我了，你赶紧去吧，我家就在附近。好了，赶紧去啊。芳芳，我送你回去。不用。李欢，你回去吧。你疼不疼啊？真傻，傻瓜！求求你了，放我回去吧。我不，我怕一松手，你就跑了。小风，快快快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有没有受伤啊？没事没事没事。你嘴怎么了？你到底怎么了？说话呀！我刚才跟一群男人打架了。打架？跟谁打架？有没有报警啊？我跟芬妮出去玩，碰到一群流氓骚扰芬妮，他们还把李欢给打了。李欢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把话说清楚。我看李欢被打，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啊，我。那李欢呢？芬妮没打架，但她脚崴了。李欢也是受了点皮外伤，不太严重。那李欢看你被打成这样，他就让你一个人回来了？没有，他把我送到家门口就回去了。你说你啊！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疼死了！还知道疼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让你跟李欢在一起就不听。受伤了吧？我在外面被人欺负，回来还被你欺负，有没有天理啊？哎，好了好了，先回家吧啊！你答应我，不许讨厌我，永远也不许讨厌我。我从来没有讨厌过你啊。可是，你打架这次，我能不能讨厌一下？不能！我做什么事情都不许讨厌我。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讨厌我，就你不行，一次都不行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讨厌行了吧？快回家吧。好了，来，小风，我还是有点不高兴。为什么呀？你对李欢那么好，还帮他打架，我嫉妒他。你没看到当时的情况，要是换成你，我肯定拿出必杀绝技。什么必杀绝技啊？胸口碎大石。好了好了，上瘾了你还？你不需要他的照顾，只需要我的，否则我一定好好揍他一顿。看着点。小风，你听见什么声音了吗？没声音，走。不对，我真听见声音了，就在那儿。哎，我饿了，回家吃面面吧。你先回去，啊，我去看看。哎，叶佳，
那就回家洗澡澡睡觉觉了啊！小风，你肯定有事瞒着我。没有。没有，你为什么不让我去看看？我跟你说个事儿吧。看你说话吞吞吐吐的，到底什么事儿？我在里面关了几个人。关了几个人？小风，你到底关了什么人啊？你敢瞪着朕，朕诛你九族！来呀，你现在就灭了朕好了。都别吵了，朕困了，安歇吧。哼。你是何人？你是哪朝皇帝？这位公子卖相不错，一表人才啊。长得一副小白脸模样，还不如孝文帝威武呢。孝文帝自然威武，他灭了你的国家。哼，你姐姐，朕好饿。你少跟我装蒜啊！果然是典型的阳奉阴违。还有，以后不要说朕了，现在没有皇帝了。姐姐，可是朕真的好饿啊！你们都别跟我装可怜巴巴的，平时作恶多端，饿一下又怎么了？小风，小风，小风，我要是不相信你说的话，我一定以为他们是精神病呢。叶家，我也是没有办法才这样做的。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千年僵尸吗？不行，不能让这些僵尸在家里面。我们还是赶快报警吧。报警？啊！报警说什么呀？说你们家关着7个1000年以前的暴君，谁信呢？这怎么办？那也不能让他们住家里啊，这样多让人害怕呀。其实也没什么可怕的。你看李欢，他也是皇帝，他可怕吗？可怕，他们都可怕。我不管，反正不能让他们待在家里面。你赶紧想办法把他们弄走。哎呀，叶先生，要说我的见识也不小，但是我还真没见过这种花儿。这种花是由古印度引进来的极品花种，哦，非常罕见和珍贵。我查过古籍，上面记载说，引进这花的人是宋唐王朝的国师。哎，你说这世界上有多少地方还有这种花呀？据我所知啊，这花已经绝种。在永寿寺，居然可以看到这种花的栽种，我太意外了。啊！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听说前几天这里发生了地震，不过震级很小，也许这个禅房年代久了，塌陷了吧？哎，下去看看啊。想不到，寺庙底下还有这么一条密道。是啊，这奇奇怪怪的，像个迷宫一样。也不知道这密道能通到哪儿啊？
怎么回事啊？像是有人在这里打斗过。高伟，刘子业，这些不是北魏时期的小皇帝吗？难道我们要找的东西就是这7个小皇帝？那天的事儿没吓着你吧？哦，没事儿。不好意思啊，李欢，那天我……没关系，你没事就好。峰峰那个蠢女人，净帮倒忙，而且还把自己整得那么狼狈。哼。李欢，谢谢你。芬妮啊，其实你也没有必要对自己太残忍了。有空的时候呢，可以多出去走走玩玩。是啊，我是该出去走走。以前我总以为多接戏，努力演戏，日子就会过得好。但后来发现，你想走得越远，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。付出的代价大，心也就越小。但是也没办法，这怪不得别人，这是我自己选择的。没事的。其实，在这个圈子里面，别人都以为我过的是多么光鲜亮丽的生活，但事实上，没有人知道这背后的辛酸。我总以为，如果我有一天到了那样的一个高度，世人就会放过我。但现在看来，我想的太简单了。妙芝，别怕。什么？芬妮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你把我当成神经病了是吧？我记得，我当然记得。我记得你一直叫我皇后，然后还说我是你的皇后。怎么了？你想听一下这个故事吗？你讲的不一定是什么故事吧？没事儿，你说吧，我洗耳恭听。在1000多年前，什么？真的假的？太不可思议了！那如果这么说的话，我们就是不能逃脱命运，紧紧的被拴在一起了。芬妮，你要记着，你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孤单，在这个世界上有我、三弟，还有冯峰。我知道，谢谢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你拿的什么东西啊？啊！哇！你还真是个大善人啊，还给他们带吃的。他们都饿了1000多年了，再不吃他们会饿死的。他们几个暴君，饿死算便宜他们了，就该5马分尸。哎，你以前老说我是个1000年僵尸，你为什么不怕我呀？你跟他们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不一样就是不一样，哪儿那么多问题啊？你就真没怕过我呀？我怕你干嘛？这是我的地盘。好失望。哎，对了，叶家知道他们几个关在这儿了。啊？他怎么说？
让我赶快把他们弄走。哎，你怎么能让他知道呢？这里的隔音这么好，他们还能把墙敲得那么响，要使多大劲儿啊！哼，你要是饿了1000年，你也会跳墙的。我看过一个科学研究报告，像他们这种情况啊，很有可能是进入了另外的一个空间。哦，那里的时间凝固，人处于真空的状态，人不会老去，也不会死，不吃东西都不会被饿死的。这么神奇啊！嗯。都退后。你是妲己，朕要杀了你！你刚才说谁是妲己啊？你是妲己。听到没？人家夸我漂亮呢。妲己是最坏的女人，吃人还不吐骨头。你乱说什么呢？妲己是个狐狸精，我是她祖宗。看你们这几个脏样，走，跟我出去，跟上。你先去那边。为什么呀？哎呀，快点快点，听话啊！你们几个给我听好了，一会儿无论我做什么，都不许跑，听见没有？衣服通通给我脱了，衣服通通给我脱了！看我怎么收拾你们！别动！这一件别动！你的好看。这什么摸起来好什么材质啊？跟它不一样，袖子粗，短。这是什么？你的好看，这个好看。哎，你看我这个，球。姐姐，我这裤子是破的。你的不错，你看我这个。都给朕闭嘴！你这什么？从今以后，你们要服从女王的命令，谁若违令，立即杀无赦。遵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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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遵命。刘玉，把东西分给大家。遵命。这狗牌挺适合你的。你刚才也挂了。什么呀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什么呀？那啊。那你一直挂着吧。什么抢？那还要你说？来给我抢我的。那这样是我还有什么呀？硬的，这么软。别抢，别抢，都有份儿。这个是面包，吃的。吃的？这什么？咬不下来啊！咬不动。你真是笨死了！当皇帝都那么笨吗？怎么吃啊？我就说了嘛，这是一帮脑残。啊！你以为什么人都像我这么聪明啊？哎，10分，香甜，这好好吃啊！啊！你别抢！要，别跟我抢！来，接着分一下。你干嘛？那好吃。他们已经饿了1000年了。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李欢，这几个人总不能一直关在这里吧？那这几个脑残能干什么呀？
一个个不学无术，浮生和慕容熙连个大字儿都不认识，你说他能做什么呀？啊，也是，要真把他们交出去，说他们是穿越过来的古人，那不把他们当成神经病，也得当成是疯子。唉，我刚来这个时代的时候，不也这样吗？你说你都把我调教的这么完美，你还怕什么呀？他们怎么跟你比啊？那可真是天差地别。啊，就怕他们几个是朽木不可雕也。你夸人的方式真是太高级了，我好高兴啊！给个桃花你就怒放，小公狗断正纯，花心大萝卜千年僵尸。我就喜欢你这么叫我，再叫2遍，快，再叫2遍，再叫2遍。有多变态啊！说正经事儿，那他们到底怎么办？没想出办法之前，还是先把他们放在里边关着吧，给他们，历史书，然后看看到底是什么年代。要不就这么贸然出去，不是他们害死别人，就是别人把他们打死了。要不然，给他们找个工作吧。什么工作啊？让他们去坐台啊！天哪，你这个女人，你的想法也太变态了吧？你是不是就喜欢看帝王坐台啊？有这种癖好啊？对啊，历代君王不都是3宫6院的吗？你们当个皇帝的，不就是喜欢跟不同的女人叉叉圈圈吗？正是当鸭子的上人选啊！我只喜欢跟你叉叉哦哦。你想啊，要是把559个帝王都集中在同一家鸭店，让女人来轮流的翻牌子，那得是一件多爽的事儿啊！你脑子里太变态了。像什么萧兆业、刘子业这样的人，本来就荒淫的很，当鸭子又能赚钱，那不最适合他们了吗？不过，听你这么一说，也有道理。在那儿，他们要是不听管教，还有人来调教他们，我们就不用提心吊胆了呀。没错，那儿的保安可不是吃素的。如果他们再想逞凶啊，自然会有人调教他们。他们凶，还有比他们更凶的。啊！穿衬衫，给你们的书看得怎么样了？哦，看好了，看好了。不错。姐姐，我们关在这儿已经很久了，你给我们的书我们早就看完了，我们早已经不是皇帝了。我们都是普通人，我们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。好，那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吗？我知道，现代。我知道，现在是21世纪王朝，皇帝不对，是国家主席。哦，对对对，国家主席。那末代的最后一个皇帝是谁呢？姐姐，我知道，末代皇帝是溥仪。溥仪过了之后呢是孙中山，再过了之后呢，应该就再也没有皇帝了。勉强及格。耶。别睡了，起来。姐姐啊，那个我们关在这里都已经很久了，你能不能带俺们出去逛逛啊？哇，
萧兆业，你这眼睛的电力好高啊！你要是出去了，估计全世界的女人都要疯了。我们都想去。哎，你们几个，跟我出来，快点！行行，出去，快！姐姐，我觉得我们这身衣服也不错。当然了，我买的当然不错了。你们都学会煮饭了吗？学会了，我学会了煮方便面。其他人呢？我学会了做稀饭。高伟，你有没有学会做饭啊？哎，姐，那个高伟，他把饭给煮糊了。你煮糊了？我昨晚没吃饭，一日不劳一日不食，你饭没做好，自然没得吃，啊。不过总的来说，大家表现都不错。姐姐，那个我们在外面要用化名吗？化名？为什么要用化名啊？要是用真名的话，怕暴露我们的皇帝身份啊。对啊。拜托，你以为你们是汉什么帝？汉武帝、隋炀帝啊，那么大名鼎鼎。你们除了残暴以外，什么都没有留下。要是说出你们的那些暴行，还能有人知道；要是说出你们的名字，真的没几个人知道。你们都当自己是刘德华呀？刘德华？刘德华是我们之后哪个皇帝啊？对啊，奇怪的名讳啊！你解释给他们听听。电影就是说啊。表现好了，我告诉你们啊，上车。来。哦。哟，挺高。现在由刘姐给你们讲讲规矩，大家鼓掌。记住啊，客人们就是我们的皇帝啊！无论提什么样的要求，你们都要满足。听明白了吗？啊？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太好了，我们既可以随意的和女人玩乐，又可以赚取银子。这个社会真是太奇妙了，竟然有这种天大的好事啊！任务完成，撤。好好干啊！听到了没有啊？加油！加油啊！好，今天的会啊就开到这儿啊！干活，来换衣服。